老师、老师，各位也祝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咱为着大众传播纪念主日，总会有派我来到伫咱中间来做请安报告。我也非常感谢咱的教会，安排我来到伫咱中间来关心教书，也非常欢喜有机会有机会来到咱中间，甲咱真侪老朋友来相聚，来互相勉励。今仔日我知影我已经渐年老啦吼，来到伫咱上中嘛已经是10几冬，所以为着要去即，我来到咱教会的主要目的我足惊念了阁袂记即啦来做这个分享。我是咱遮交给我的报告我大声来做分享报告。最近大众传播中心所做的一寡时间，甲大家来做分享。咱拢知影，咱总会属下原本有一个新眼光电视台，总是伫五彩下面咱个观台。伫去年的8月，咱伫中华电信MOD 103台重新来开播节目啦照即届我参加总会总干事报告，比如讲咱目前平均一天一天当中有13000户使用咱这个电视台，所以我想这是真难得有咱知影讲，虽然咱的这个新眼观电视台观台，但是咱的这个 MOD 要有一个真好的成果。下一张。目前这个咱的新眼光有在节目有制作制播这些资源节目特别为着这个国家还是咱的教会领导者，要怎样来领导咱的国家，甲咱的教会来为因来制作一种的节目，来为因来关心来祈祷。所以阮望讲，这领导者会当有上帝眼光来带领咱，无因为咱安尼来走偏方向，我想这是上要紧的代志。另外就是有更新见证咱知影讲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拢无同款，所以在新眼光制作团队特别为着这了解这人来做见证通过这个 MOD 103台来做这种的分享。下一张。伫这个计划执行的部分咱新眼光电视台咱有配合中会101的新倍加运动，我是咱今年其中一个非常要紧的这个目标，就是101是种望讲，咱这个已经领受到上帝的疼的人，要怎来回应上帝的疼？咱毋是干那讲，咱一个人领受即种的救恩咱无其他的人，所以我是这个是咱一个上大的目标毋望讲咱做伙来打拼。下一张。第二点就是咱目前咱台中团部新眼观的团队，因嘛是到伫咱中区会将这个
电视吼，咱依照阳光新眼光电视的复播吼，伊的可行性，啊个伊的重要性啊。当然，咱知影讲，伫即个时代，视听是非常要紧。咱来想看嘛，迄个好莱坞啊，还是讲遮个那个环球电影公司因制作遮个节目的时阵，伊是影响着咱全世界啦。所以我想，即个视听伊的功力吼，伊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所以我想，咱伫即个部分，宣教的部分，咱嘛是爱认真来思考，伫咱家己的台湾即个所在，制作什么款的节目来将上帝国的福音来分享互咱台湾。下一章。第三点就是，咱要将已经制作好势节目来提供教会的团契来使用，互咱的团契有更较侪选择活动的内容，然后对伫遮内容内底来深化咱的信仰、咱的生命的内涵。所以这是目前咱的新眼光这团队所努力来参与伫咱宣教的部分。下一章。当然，咱制作节目的才会有咱的坚持吼，咱一定爱制作才会较正向的才会节目的内容。咱知影讲真济，咱所看的电视节目，爱情好耍的啦，吼，才会，都是吸引符合咱现代人迄种的需要但是不是在我们真正生命里头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些内容。当然，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将上帝所授予予咱的台湾来介绍咱台湾实是足水的所在。一届牧师有特别行这个对花莲的同门行到这个庐山就是这条路，阮爸爸伫读神学院的时阵，伫玉山城伊无钱，就对中央山脉对东边东西边安尼行，差不多要4、5工。即届为着要行这条路，就是想讲，阮爸爸以早献身的时阵，伊是用什么款的心态来回应伊所得到这种的信仰？伫这困难的中间，伊安怎来克服这困难？对于迄个东边安尼行，至少3礼拜进前安尼来行这条路，非常的艰苦。总是咱来看，经过起来的山，哇，毋是干那危险嘛，都是足水，真的很多的迄个几千年的树啊，也当伫遮的路遮的古道，看到足水，咱条真正是足水。所以我想伫咱的节目内底，也是借助一种来介绍咱台湾水的所在，然后通过安尼，咱就会怎样来贴上上帝所授予予咱这个台湾。下一章，咱嘛是有推动这个新眼观读经论到目前终期是要求阮每一个部门伫一天的中间，一定要取15分15分的时间来读圣经，阮就是选择新眼观，因为这个新眼观的这作者伊要写，这作者拢是咱家己的同工也是有因针对咱的需要来提供这个人民质量，所以我想希望咱教会弟兄姊妹逐日来读这个圣经节，来听这个听台湾咱的同工所写出要怎样来做伙来关心咱台湾。下一章。咱这个团队嘛是爱咱做伙来支持关心所以伫2011年的总预算有4000万嘛所以伫遮来拜托咱教会兄弟，咱实际行动来参与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工作。下一章。伫去年年底
我有将这个图片，这个因为我当年拢会年底我有伫我的长期的员工礼拜，有一寡我的当年拢有机会到伫美国来看我的查某囝，伫遐读册，因为伊住伫即个旧金山的所在，所以我逐摆去旧金山的时阵，拢会到伫即个金门大桥，还是迄个Golden Gate National Park 公园迄个所在，咱咧行路。不过呢，这一次吼，我有较认真读即个金门大桥，伊是安怎来来起造起来。下一张，我感觉讲即个人是非常有眼光的人。我想伊的眼光是对伊的信仰，咱知影讲美国伫超100年前，这是基督教国家基督徒起做的这个国家，所以迄个时阵，伊的信仰应该是较单纯，因有真正对因所领受的一种上帝条，较有一种确信的愿望，所以因即种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代志，因就有把握，所以伊有即个设计师就有即种的看见，所以咱袂当想象，伫80年以前，哪有可能会想象讲，伫即个海的中间来起造遐尼伟大的即个桥铁桥然后吊桥嘛好，无论安怎讲就是80年前，你有可能会想象讲需要要起造遐尼大的桥无？因为咱想看卖，80年前迄个时阵主要的交通工具应该是马车吧，总是咱即届咱若是有人请举手一个捌去金门大桥的人，应该是袂少啦，咱想看卖，伊这边一边3条，也就是说6条这个道路啦。80年前，这个设计师就有安尼会看见这种的需要，所以咱感觉讲，这个人是非常有眼光，就有信心啦，就有信心。好，下一张。所以这个金门大桥是有一个有眼光的设计师，甲一个拆乡岛的一个企业家因所共同打造出来一种梦想的作品，所以实在是非常难的。下一张，我是摘录就是用英语写的，然后把它浓缩用中文安尼写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然后事实伫伊这个设计师要有一种的梦想的时阵，是受到足侪人的反对啦，有超过2000件这个诉讼，讲这个人起笑，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不过呢，伫1930年的时候，好不容易无简单这个国家通过来发行，为了要去做这个来发行600万的这个债券然后为了要来筹措这个这庞大的经费，总是迄个时阵拄好是第一次的世界大战，所以经济非常的萧条，所以无人买这个债券总是后来这个设计师伊名叫做 Strauss， 伊找上这个美国银行的创办人伊的名那亲像是西班牙人的基亚尼尼这个银行家是就有异常的人伊是不忙加州要有较全面的成长所以迄个基亚尼尼这个人都问这个设计师讲这个问题讲，这个桥会当用偌久？这个设计师就讲会当用永久啦，足久。那是爱有好的这个维护啦，这个
银行的老板吼，就甲伊讲，安尼即个债券债券都由阮的银行来甲伊买，所以呢，即个金门的大桥就伫25年了后来甲伊完成吼，所以这都是有这两位就有敢讲的人，我相信就是因为因的信用，因有遐尼大的相信讲顿亲像即个挂菜子的经济共款，遐尼细粒总是却会当来完成遐尼大变做遐尼大的功效。我想因有即种信用背景来影响着因即种愿意来做即种无可能的民望，下一张。所以伫咱的一生的中间，嘛是会经过会拿亲像即种的即个经验啦咱家己本身嘛是会安尼拄着即种的情景无论是你家己的家庭，还是伫你的工作，甚至咱伫即个人要结束咱的生命的时阵，也是必须经过迄个那一关啦你是毋是有真正看见迄个因为上帝的疼上帝耶稣的受苦，然后我，然後安尼會當到伫上帝迄個永遠快樂的所在。你有看見即種的願望，咱必須愛有即種的信心，有看到即種的信心來將咱的生命來交託咱的上帝。這是我想，這是咱上大即個信心，咱必須愛有即種的信心甲看見。下一章。人非有信，两位酒鬼的下场，这是会当讲是影响着我一生真大的两个人，然后这位是我的老爸，一位是我国校的教导，两个人伫我细汉的时阵在国校的时，拢是酒鬼，酒鬼真的是恐怖啦比如讲，这个两个人伫同一个所在我甲咱用这两个所在来分享我所看见的这种印象足深的。比如讲，阮爸爸，阮伫这个早上的升旗典礼唱国歌升旗典礼朝会的时阵，阮爸爸就是伫伊的课内底大小便，然后在那个咱伫唱歌时间咧中间伊伫扫来扫去。因酒醉，规暝伫遐咧酒醉，即种的正经的人，伊是我的老爸。第二位就是教导，这教导的伊嘛是共款，规暝伫遐咧啉酒醉，但是伊嘛爱上班啦，伊迄个时阵学校无校长，伊就是最大的，所以伊爱带所有学生伊伫头前安尼咧行礼，行礼的时阵伊酒醉不稳可是那个迄个旗国旗一直升上去嘛，是那好丢大下面去这种的人这种的这个教导，那有可能讲会有这种的有好的学生啦有好的家人啦，所以这两个人就影响足大的。若是我无信仰的时阵，就是因为这两个人有无共款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下场，就是因为我爸爸，伊感觉讲伊嘛是真疼这个家庭，就是伊袂当靠伊家己的气力来克服这种的困难，所以机会上帝信心来感动伊。而且后来真侪做足头一位头到这，所以我就特别我甲伊讲，伊早无钱，完全无财产，就是为着要完成这个任务，几个寒暑假拢是对西边东西边安尼行路来完成伊即种的奉献的心志，后来伊完全真侪无共款的人生。本来伊35岁时阵，就是即种伊就老岁的情景。伊的生命
上济就搁剩2年，大概是40岁以来就已经死，因为迄个毋像是教导伊无改变，结果无开始就死啊！结果阮爸爸活到82岁，所以这2个因为一个是有信仰，有真正愿意来接近耶稣，拍开伊心门来接近耶稣的时阵，伊的人生都完全无共款。然后发另外一个共款，伊无接受耶稣，结果无偌久就离开世间。下一章，这个图片也是共款顶届阮的教会师班，到大东基督教病院正门口的所在，这中间是耶稣啦，另外一边是是啉酒的迄个一部分，另外是无啉酒，都是2种完全无共款的境遇。因为耶稣的疼会当互人的生命改变，就是会啉酒毋知要创啥物，总是另外一边，就是充满和谐家庭，足积极的人生啦。我想这都是敢若中间有没有关键因素，你有来接受耶稣基督，才做你的救主无，这是完全无共款的情景。下一章，人非有信，人的心态呢就裹足不前，青菜，定仔伫边安尼讲人的风凉话，还是讲毋免遐尼认真啦，就趁机会就安尼捞一笔啦吼，这种心态，即无耶稣的时阵都有这种的心态。下一章，举例来讲咱最近伫社会新闻报道看到即个例就是咱的卫生署的一寡院长被收押啦因伫即个官位毋是讲无钱呢总是趁伊的关系捞一笔咱伫咱即个政府还是咱的即个企业，拢会看到即种宫廷勾结。然后影响到这个品质工程的品质，然后造成很多的不必要的公安事故伫遐咧发生所以这拢若是无有上帝伫咱的心内时阵，咱就会造成这个社会不幸下一章，那郭院长、郭守仁院长上任以后呢，他发现一个很重要、足要紧的有新的眼光将军若是爱有新的这个发展，就是爱是的我真是无早目镜这个红字无法度都是感觉讲上帝的话都一定爱真侪将军的上大的一个动力甲挖苦，所以伊上任之后是安那第一个就要把圣经放在厕所。逐所在咱有圣经站，就便所嘛爱读圣经站，然后搁即个即摆我头拄已经讲过，就是员工拢逐早起，拢来读圣经15分钟，就是希望对伫上帝话来提起家己，咱是毋是安尼？这话是毋是伫咱的心内中，安尼来影响着咱逐日的工作？这拢是影响着咱的发展，咱爱实实在在，来影响着咱。下一章，将军在每一个环节上，拢是用真诚、真爱的态度来面对。相信唯有落实这种的信仰，才会当互将军走出去，让世界走进来。因为一定在强调这个部分就是要安怎走到世界，然后又让世界的人在这个地方出几句我想只有用真诚跟真爱，这个真诚跟真爱是对圣经的话，你才会当有真正
来流露出来，来活出来，这是非常要紧的态度。下一章，基督徒若是无这个真爱吼，还是讲真诚，我们我想我们若是想要来传福音啦，还是真困难来互咱来接受，搁较毋免去期待讲遐个外口的人要来到伫咱的教会。所以，咱将咱所领受属即种的痛，非常的辛困，来影响着咱四周围的人，是真实的痛，是真诚的。安尼时阵，人拢会受到感动，人就会因为安尼来相信你所讲的是真的，是真正的痛，来愿意。听咱的话，下一章。有安尼信心，甲讲讲，咱才会当来超越这种种的这挑战甲进步啦。我想这是一定要有一种信念。下一章，咱来看一个40-50年前一个美国一个黑人的领袖叫金马丁。我相信咱拢熟悉即个人。迄个时阵，咱知影讲黑白还是毋只是男女，拢无公平、无平权的这个时代，是由白人的男性主导整个社会所以迄个时阵，甚至迄个黑人没有投票权，女生也没有投票权，是讲迄个时阵的人坐车袂当坐做伙，甚至讲有诶是坐头白人坐头前，黑人坐后壁。所以我30年前头一届去美国的时阵，都有发觉即种问题，奇怪，白人拢往前面，黑人就主动去后壁。都是因为有一种的错误的概念就是总是即个金马丁马丁伊感觉讲，我所读的信仰是安尼呢，所以伊就叫信念斗笠，讲人人都是平等，都有这个同样的人群所以伊安尼来呼吁所以是无在互人拍死啦不过呢，也因为伊即种付出，即种的感光，愿意来向迄个时代的人安尼来发出这正义的声音的时咱才有今仔日有这个人做总统，所付出即种的代价。下一章。近年来，咱总会推这101运动对教会每一位基督徒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代志。要来达成这种目标，文字施工、视听拢非常要紧。总是我感觉讲是搁较需要咱来注意这个代志，为着这个事，为着你所关心的人来为伊来祈祷。下一章。最近牧师从今年我嘛一直感觉讲这101运动真要紧所以总会提出这个就是真正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新的这个倍加运动咱有听到总干事的报告讲，咱去年咱受洗的人超过9000人，9000人。当然，咱不要以此满足。我们因为这样的代志是咱回应上帝的救恩伫咱每一个人，咱真正爱将这种的救恩来分享。若是你真正你疼惜你的囝儿、爱家庭的每一个人，还是你的朋友，为了你疼惜这个台湾，你实在是应该非常注意，因是毋是有真正明白这种。遐尼要紧的这种信仰，因为这种信仰是有关于以后有机会来到伫永远我的所在。所以今年伫这个探访的过程中间，我已经感谢主，因为这毋是我有够，这是信心通过种种人的活动关系来引带人来信耶稣。伫1月时阵，有因为一个人因为公安事件伊是即个罗东一个人来到中部来工作，伊
工作公安事件，然后重伤住伫病院，后来伊渐渐来恢复，伫住院中间安尼来介绍一个信用，后来也介绍伊罗东教会郑宗仁牧师伫大家关系下面，因全家族拢已经正常来参与教会的这个礼拜聚会，所以这是咱感觉讲真欢喜的代志。昨天我因为昨天是阮原生的这个园林分院的定期感恩礼拜，本来我要主持这个个别的礼拜。就委托黄牧师或是庄牧师来主持，也是伫过去的中间，伊住院的中间来带伊来认捌主耶稣，然后介绍互即个溪河教会，我有请一个团队甲所有的小会员来，互伊互相熟悉，伫即个过程中间来关心即个家庭。这个家庭拢已经到入教会，咱是为着这个工作，咱是感谢上帝，因愿意安尼来接受耶稣基督。昨天晚上有一届孙父就是孙茂胜孙茂荣，伊爸爸伫住院中间，因为以前咱知影讲，伊爸爸嘛是非常理性的人。要来接受这信仰是非常困难，不过伫阮伊无陪中间来持续的关心，伊昨天牧师安尼带伊来做决志这个要求的时阵呢，邀请伊的是，伊愿意来接受洗礼，所以这个代志咱实在是，我拢甲伊讲哇，今仔日是比上帝比生代志搁较欢喜。因为伊已经有份伫伊的国度的内面，所以因全家族也非常欢喜。可能我会安排伊，因为孙父伊是从教会，我会请李牧师来替伊来洗礼。所以实在是可以感谢上帝。若是咱会记这个代志，上帝会用伊的方法来感动人，打开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家己欢喜的代志。先生，上个礼拜咱搁一届来体会着耶稣的受难，耶稣伊甘愿来忍受这个背叛被打羞辱并甚至价顶，这伊愿意来承担这种的，伊无认为惊吓伊为伊所抵御。是看咱是毋是去着下面来重新去着即种的机会，下一章。伊完成即种的任务，就是伊完上担心，上界事就是人有缘袂当来接受、认捌上帝，来有份伫永远的生命。我是耶稣上。伊毋惊任何，甚至为着人来受苦，伊拢毋惊，就是伊惊咱无拍开咱的心门来接受伊。所以耶稣的愿意安尼，已经替咱来拍开一切，来解决一切代志。咱干那是毋是咱愿意来接受伊？先生。所以，望咱会当遮侪上帝同工。分享上帝的疼，来引带人来归向主。下一章，这引起啦我真介意，讲 You are a vital part of God ministry。咱每一个人对上帝来讲是一个上帝宣告，要宣扬上帝，逐个人拢非常的要紧啦我望咱会当遮侪透过咱所做的工作。搁较有意义，得到上帝的欢喜甲祝福，同心来祈祷。主爱的上帝，感谢你，搁一届来赐阮
要有信心，因为有信心，阮就愿意来向前来踏一步。虽然阮会惊吓，总是你已经将迄个上好的福音望，互阮知。主，求你怜悯阮，互阮有够也体力、信心、甲疼心，来影响阮四周围的每一个人，特别是阮厝内的每一个人。我望会当真正打开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唯有如此，阮才会当有份伫永远快乐永生的画面内面，帮助阮真侪你的器具来影响着搁较侪人。遮的人就是阮厝内的人，也是阮台湾这土地所有的人，愿意来我靠主你，将因的生命甲委托伫你的国度内面，祈祷感恩我靠奉耶稣的名，阿门。